闹起地波有幾多嘅細點嘅農業繁榮，也本來係香港嘅都市景觀。不過，受到地產炒作、店面嘅租金引起抬價嘅情形下，佢有菜地特色嘅傳統細點嘅經營環境引來引攬嘅。就算係服務公共服務居民為主嘅兩站商場，也陸續開業幾多大型連鎖店。傳統嘅細點嘅想盡辦法愛求生存。睇日嘅兩站轉賣部分商場過後，還有許多嘅細點嘅本新嘅業主救走，直到香港社會出現嘅細點嘅倒下的風潮。銅鑼灣呢係一頓鬧熱嘅蔬菜，唔過喺講我睇下鄉可以看點嘅時係愛三開包包，能有法度睇下鄉生存。因為就一項數據顯示呢，睇下鄉嘅店主呢係全世界第二貴嘅喲。喺銅鑼灣一平一張嘅桃園愛256000元新台幣，喺講睇台灣最貴嘅台北中孝商圈來講嘅話呢，差唔多係2萬新台幣。也就係講呢，睇銅鑼灣所以日嘅點嘅一張嘅睇中孝商圈，所以到半年就少。台灣嗰時行嘅蘇油比茶景店，去到香港開，聽說愛去到鬧熱嘅銅鑼灣，體態好，人又多，生意就好。只不過店面態勢真是同台灣所長太慢，就冇20平方的店面還拆咗2邊。我們一個牌照可以分成一起做到，分擔一下。一般來講，大的店租金平均來講都比小的店會便宜一點。如果說你開始做大回來分開，你就會比較便宜啦。用3年就囤屋住大100K喲，做得講根本100K喲，出期160歲，本錢變出嘅唔是講聽從咩係反映喺買家行。租金有機會不漲，但是基本上比較低啦。所以我們的賣的售價兩方面一定要調整啦，就這樣子。至於你說夠不夠做了？有虧本的都跑掉了。做生意按競爭，比較唔過癮就淘汰hết係該吃嘢呢。如果20多年來有一種淘汰，香港人吃到該唔公道。2004年政府變賣公共服務社區設施商場，成立兩會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，兩會下後改名做兩站，公共服務變做私人來做，問題就殺得來。兩站經濟復甦，團結到無法度為商場帶來天貼數二的店嘅救照，團連鎖店就落來能有前傳。兩站去年還團部分商場賣hết，真是建議韓國客錢呢，有兩站實推。一路上就是很多這些人回來看我們，所以我就覺得很感動，就是我沒白過了這25年。上上幾就係唔攀得關難殺，就佢喺年下下半運氣店調價路逢撇嘅，而睇遠條同商場開店嘅開業24年，團年他唔但搶高官天天，還培養嘅好感情。現在的鋪子，現在的商店很少有可以和那個客人，你認識他叫他什麼名字，現在沒有了。你沒地方去，你去旗山那邊等我旗山88那邊。兩站團商場轉賣，前的調價唔過還有34張嘢的租約，開出規模前的條件，不但是佢哋店面愛細照，路風評估不漲，提建業的就停業的。那個新的業主，一家就是70%，70%還不止啊！他要你搬個另一個地方，你要再重新再搞過。但是我覺得就是現在的制度比以前差很多，現在就是幫那個大財團，幫那個有錢人的。每一樣嘢都係居民需要，啲人住喺呢一個位，咁其實佢係有個商場，商場係應該服務居民嘅。多少人只是嘛居住的那個地方，沒有一家理髮店，拜託。安尼嘅理由提香港改道，倡議長康村嘅公屋都好，唯一嘅長康酒樓，因為新調價唔係再個大企業，開業36年嘅老酒樓，聽下等採訪過後半日就數行起來。長康酒樓地本呢最珍貴嘅就係也對太涼風，安尼太涼風呢係香港人能有嘅喲，出開呢如係手工來做嘅，調高嘅酒樓愛看有一派頭，就看日嘅涼風，所謂有一風神呢。拍過電影㗎，
劉德華都嚟呢度拍過啊。飲煙茶打麻雀，煙茶。下晝時頭嘅酒樓美國鬧熱，一座又一座嘅人客見打麻雀見飲茶，酒樓作為除開係公屋老主顧嘅勝利。平常人客來連上家門就唔是，愛炒奶愛飲乜嘅茶，地下身邊呢，大家做出滴滴嘅。幾十年都是這裡喝茶，做起了然後呢就是朋友一樣，那個關係建立起來了。但是現在香港就是變化很大啦。你看什麼舊的傳統的東西，一步一步沒有了，消失了。有啲拖啲細路仔嚟，而家細路仔又生咗 BB 啦，3代4代都喺度飲茶噶啦，幾代人啦。就算係有年前面，還係表揚太財團、太白嘅錢，一幾年來行過厲害。冇咩人情味啊！依家就嚇，佢唔會話計你做咗幾多10年，佢唔會計呢啲嘅。即係佢唔租俾你就唔租俾你。而家嘅社會，而家大集團經營，大魚食細魚，變咗咧係冇得做噶啦。回歸了這麼多年啊，越來越，我感覺到越不是味道。因為以前都是不是這樣的，以前比較公平一點的，現在就是有錢就是他們的利益都歸到他們那邊，我們的就基層的那個小商戶也好，什麼都好。你根本出不了聲，唉，都是回想以前比較快樂一點。兩陣一擺又一擺，團財團投資人就落去公屋商場，愛賺錢全唔顧係睇公屋嘅人嘅成分，不多做小生意嘅人無路好行，開沙鐵互通冇係力。共享服務變到私人來做過後，政府檢查儀睇50.5，莫怪一般嘅香港人吃到見來見無啲，買嘢唔好。